含珠配的话会让你觉得增加信心吗？珠配哦，会增加你的网络感，还是减少网友感？这个有蛮贵的。CIA 很好。是什么？谁跟谁？你要不要再稍微解释一下？这个含珠配确定吗？会不会有人建议强力的建议？加入没有错，大概就是其实我们这台没有，我们都把它开在一起的，对那些不是员工比较友善，你要知道，他是照顾我们的长辈的，对他好，他才对我们长辈好。所以有时候，我觉得这样的，有时候洗面的话就算了，因为人与人之间通常是这样，对人家好，人家才对。我每次办那个开战节，我的心里想，我要对人好一点，希望要你照顾我们的长辈好一点。他事后解释说，鸡是他属鸡的，所以这是鸡。那市场自己看，凤凰跟鸡是了解，算了吧，这在10点就算了。我看他最近少讲话，算了，别太过。那维尼好像对你的那个台湾价值有意见，他上述的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当时他很上很久了。其实那当时的案件，我们虽然有这个，不可以因为有后台老板，他们两个跟简单高层都讲不完，实在是才知道不对的地方。那时候他们要上议会，其实议会是这样的，议会可以监督，我也不喜欢进议会啊。可是议员要 K 你，你有本事你就跟他对打，跟他，不然你就看这样。但是不可以说不来不来，所以老实讲，当时战略上最大的错误不来。后来不来老实讲，我们也去状态在上啊，这当时的主持人，如果跟他讲说一定要来，后来发现没有人敢叫得动他，就看你后台是小于，不然就不行了。我感觉你还要爱公为主啊，才可以。你认为的台湾价值是男女平等吗？你认为的台湾价值是男女平等吗？因为他特别点这个。这样，我知道你现在因为如果是今天昨天要拉这个学姐入党，入民进党，他说弃案公民，那我那这种民都特别有兴趣。这种时间叫你弃案投名。这句话他其实讲过蛮多次的啦，那就是还是一样，谢谢议员指教。放简书培他说可以派学姐出来跟他学长，两个人可以讨论什么是台湾价值。他跟学姐对战，你会觉得什么？为什么？学姐太可惜了，我才不要，因为他适合跟谁对战？他跟王淑娟两个对战就好了。